在狱中放案，把这个犯人王继章的他就收拾冤枉。是的，你本来长门一打闹是富家，知都不必，尽快替代这个和尚就横手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发起烧酒。等到叫烧好嘛，到时候和尚不人家杀他，而且个死水刮烂皮上后这个莫大的不浪心。多人一听嘛，心里想难过，谁看好一个和尚被人家杀的？啊呀呀，王乃玉，老先生，这和尚死得实在可怜呀！是啊，我想此事定是积在其里，没在海。神明归天，你可人报爱呀！我想着老和尚。我发达力气办过，为啥人肯去办呢？所以我办得我们分享的，只有我马上就出来打 call。好友想你吃生香，你来看过之后，一看那三个就是凶手。我大力拼命的告诉。我是我的来，我上中也喊你两个对面那喊了讲得拢，你不是样什么？关键你个乡邻来问，你乡邻还当个作证，说你们是王叔良、王先子，从小就让给他头盖，一下本来就是哪位做啥那种事情呢？你乡邻当个讲害我们。但是个文官就是乡里哪吒自我还吃贼，背本是一根利链们，弄我打走我们，马上留啊，当然是升堂给。当时一看内分别。但是刚我是凶手，我不认你利用这人可打，我拿吃自己痛了，不办法，只能承认。哎，比下来你讲我出凶器，我又不是杀人凶手，老大来啥个凶器呢？但是个实话说这个想得出讲，为之一救，自杀我的定无罪。是分在路上，一生放手里，但是你拍到心。我们也交了些证据老先生，第七次是谁能有我？老听到现在嘛，方是明白。我在南京院门廊下看见一道公文，此上挖到定人死罪，啥算是内哦？怪不得你刚才等我讲王局长的名字，熟悉得来，啥地方看见些个？可是你放心，这道公文我在南京院门廊下当场就觉着不得纷争，马上拨来。为着支付重新审问，不得隐性，不过代理忙实行大个事体，你哪不上手审有你啊？内狱，你是绝天欲望，难道所属代皮不仁，何不上手审有啊？老先生屡所不知。想我娘亲你妹嬉笑自娱，妻子所以怎能抛头露面？
各位此事们，是否能为原谅？听听新阿叔，娘年纪都在，白发苍苍，高下所以女流之辈，哪可以抛头露面？儿子为小叫一无办法。不过大人想到现在不懂，我讲的满身上只有我那欲望。那么我刚才在背后听见那马有南京超高多人，隔壁站那挖到我头上向来，这倒不懂啊！王内女怎样？你家下无人，不能生育，也不能怪你。不过我方才在背地里听见你在抱怨内经抄家，这是何道理呀？耶，你去想，这只有我们说起来糊涂。我听说讲我的公司已经送到上头去着，已经带至南京蔡康头人的油门浪着。是讲那头人聪明的说，应该看得出理想我与友人，那么你应该提案复审的。但今朝为止因心其无可见的，各桩案子实对有神害第一个字。你想想看，我口也很怕。那么现在我为了担心一桩事体，才讲到你年纪大这样，那那边一个鸡腿文，那么伟文浪向批一个正字，那是喊我死得咯咯哩哩，想我岂非下命不保啊！来来想对，地方官侬为人铺子，现在不知干嘛那努力杀个，要公文搞到南京，我批个正字。那么公文为主来，再和侬为人一刀两断。实干一看啊，你做过的水里搿支笔的分量蛮重的。你要落笔批的辰光，你要等等分量来用。老百姓的生命何等珍贵，谁让你做过人水里搿支笔浪向？那么你也晓得，我一生理解公正无私。那么因为现在年纪都在，叫眼睛不是想花一花，头么是想闻一闻，批这个针，那么你身头落地，不对你妈妈太放心，我来批那个的公文辰光，眼睛分花，头分闻，我分真的。那么来那个点，我们那自家心里明白，忘记特子。啊，王美玉，老师，你放心就是，你这道公文不会回来了。那可怎样这些不会回来了？哎呦，是怕子，路子木家走啊，看错啊！来了，像自家平常就叫自家没了怪，今朝拿脚脚了我家，天子进去了，天不出来了。王美玉啊！那你是个好人，说话是好人必有好报，好人们一生平安呀。还供老大人们公正奉事，他不为欲望一个好人，我是在这样的想啊。哦，原来是个，我是个汉人，这个你讲两声汉话帮我听听。本当的汉人也是有望的。你想上去嘛，批文不为周在，你光想没有啥个用场呢？由来是此。乐乐一米浪听，一米浪想。他是平太心。万物否定哎，这王法楼战生西陵，害得他家破
深山两林分。你莫看去乡里老，我是爱大人间抱不平，我一个东窗老雨知心客，他在海公帐下做毛病，就差3万4余生。我有一个同窗老友，他在海在水下头当师爷，说得动3分气。海在老多人要到松江抢水海，那么要路过苏州。湘海公吃人也到苏州的，我把你手取人影手一手亲，把你提升到油门，这家路要芝麻里手起人心，你莫把我真心做虚问，帮你3天偶日定于好人心，王乃玉放心就是3天偶日，你立等佳音。好，上次李老讲有个老朋友，老海在水底下做一个私窑，是我个事情去托里，阿来是个呢。那个老朋友少个老朋友呢，非手指半截，这个人是呢就来要变阿个我知名亲的这个，做着这个许多为嘛阿来是个呢？不过非去不理，李总归是身心一片了海。老先生，就此么都行了啊！王乃玉，时不早，你早些安睡吧。好，与你再会了。我回去了，与你明日见呀。是，再见了。老老回到自家的房间里向，躺到床上向，整整一些功夫啊，天已经到了发亮子。老老说刚起来不困着，那么天亮大车就难，大车就在街楼里向保护大人，像天亮我不能等了街楼里，等了街楼里把金杯看见套上伊，像大人今朝真归要出街去，让我到外头去等你去吧。大车就扬着一点噗啪跳出街楼，那附近茶馆地里向卡他一把米，他自己无所，那等来大人，嘿，金杯头上班着。打到街楼里向嘛，邀进来看个老相公，一看嘛，哦哟，这个老相公起来都能够走，已经起来个啥？哈哈！说的老相公啊，你说你家里困得那哈？说的困得蛮好。那么这浪向的点心还要吃，东人想点心是要吃身边不同地了，还哇，东我会分来哇，啊，同地费了分了，你记得帮你记得分一个，那么你要吃点啥呢？这倒不妨。这生意是为要定要紧要做人高，这么说到这个，你给到附近啊新开汤头店，一个农地一张汤头来得个零，还要弄5只汤头来搭搭，这倒是好。没好，哪个金杯我成个农地，为着后期去买汤头，不等一些把汤头送得来。大人走到水里向一看，呼呼，
你这冲突雷得个结棍，跑得来。可是年纪的农民的都吃不消火，吃不落。金三哥，大家一步分而食之。哦哟，老相公啊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难怪难吃不落，难听了还没子。来三个妈没哈，让我先吃不落没听了还没。吊竿一拿，打柚子的汤头，我自己可以说。鲜肉干100汤，哦哟，鲜是鲜的嘞，还是鲜到非理想去的嘞。南京发大吃的，在南玉米的第2章，哟，只有头沙干，甜是甜的嘞，但是甜的应该发意思，还蛮好吃。第3章，小菜肉干。还不错，第4章玫瑰白糖个还没得，第5章芝麻干，但是个来了就别听2只把它金杯里吃得蛮有味道嘛，大一只，弄只，娘一只，高一只嘛，5只侪吃光呀。大人们来给了里向吃汤头，怎么还用的哈？我的饺子靠在瓦蛋上老乡。这把我去对切出来，对把我去折切出来，想实在幸福的。来龙给来里向给有点少的是我，那负得起这个责任来。下次又要他们决定，今天来掉答应我喊，不答应我喊，总归要想办法去努力办出来噻。到进来再起来，浑身上我都当备，对浪向抗定龙脉，身浪向粗犷进行一样的当备，拿过来一张。一层上血胖头红的大红的皮子，眼睛眼忙中手指锅里向放哈，吃卡的是忙中该当有澳门好了，一看呢，还不是样耍澳门，没看呢，给他冰清拉屎，啥啦？不离都得威势，单位里官腔了噻，大门上有人吗？门上有人啊！不对，一开里向打出来一个苍蝇，到咬的一口，一哈呀，哦哟，出光的这个泥套要当杯，马上好得结婚，看上去一定是上司衙门里向，不管怠慢，邀请上来，朋友各位泥套呀，请在，还有啥事体啊？还有啥事体？上官通禀，叫你们老爷出来，我有要事要见他。我这个泥套要见你来要。对，那么你他爷呢来得特早，什么意思？你们到油庙锅里向丢2个秋子的7中饭辰光来嘛，差不多。干什么？来要晚饭起来啊！现在什么时候还没起来？是呀。他昨晚上在干什么？哦，夜里向了，昨日夜里向，空上一点不空。除夕，抽钱本上身的么？你老要亲自做当明王。抽到天亮，只想把那阳关飞嘛，一道回出去困觉去噻。是吗？这什么胃口的汉子，都归了你个给了你想，胃口看戏啊！跟你们老爷说，别迷失了，这张皮子拿出来，让你眼睛里一圆。我们是南京海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明白。干嘛明白你分明白？皮子上想刷个名堂，应该分晓得。根本哪是明白着呢？哎呀，听你讲了，你南京黑，这次一家贫富分起来，南京采访东西黑人呀。公文了走下来咋？码头浪向天彩排率大胡子，文物馆浪3/3上，不是看上去黑人采访的人身旁比你他要来着，各位官了的。要进本岛里向一看嘛，我以为来呀，总是起来着。这个未来呀，这个自由国总是起来着。刚刚了卡米，这个苍蝇这个一喊没一哈，是王八蛋！你吃饱了，大清老早哇啦干什么？这个老弟，一个你他要纪念啊，没有功夫，当家不见。
是个呀，那么我代理生，我说你来呀，晚饭起来了，来有没有给你丢两个圈子再来？到时候你随之给你摸出张片子，实在是如今嗨，哎呦，一黑没一黑。哎呦，搿是为了得了！天天啦在草岗头，你看上去草岗头你水下头人来着啊，一定是草岗头水下头5夜或者6夜，哪不是2夜呢？是5夜6夜。哎呀，你呀不会得你只有过俺们里向来个呀，不过呢几个呀，但是总归上次俺们里向来，今朝我总归搞了点动地子。我少见搞了动地呢，来法头里有规矩的，上市的股10月到夸怎么的水下头个3夜4夜了，到附近地方股俺们里向去口足讲去，到跟人讲俺们里向，你同人的股肉，封师夫人开发进来，要100个民妇摆起，要100只小肉，装行李，马上去摆。那么地方股呢，10两2两银子，红纸的包一包，说过去。哎呦，这个你讨厌哈！你们小地方，100只小肉嘛，没办法弄开，要100个老百姓来摆起嘛，大家心里想要放开。请来你讨厌，大人们就讲讲好话，搿点么小意思，买杯茶吃吃。银子拿到水里告诉状元。啊，记住这个，对于难吃了噻，那么你带不跟俺们去吧，啊，再会吧，反正，那么虽然上次俺们里向来个5夜6夜，总归比你多呀，不管得这个呀，好生让我出去，是来呀，是本官出去，好，那么大老娘出去噻，这个只有妖精宝毛。真等打到外头，对花厅里向一口门，哎呦！我当时5夜6夜，跌跌呱呱2夜，而且2夜当中女王黑红啊，红得来发紫啊！来了海个草岗头人，虽然你是地下人，比我个七品之源大得发紫之火，有劲还有。整整一股枪上一步，哎呦，这个，起，哎，起，你个是会做商家，开么不开，你看人到3个吧，没看，你不想我不想，大家不想看你哪哈？这个我当时说，原来是洪二太爷你老人家大驾光临啊！哎呀，什么风把你老人家吹到这个贝崖来的？哎呦，真是三生有幸，蓬荜生辉啊！哎呀，这个洪二太爷，好，请，是会颠着的颠的。哎呦，我刚子一摊又一摊，来说礼数最大的，可连姑娘做不这样的，好啊，恨不得拉个鸡，脑袋头上我说嘛啪啪老的，别个这一声，哎，我里想去讲，非好。罢了，是，到里面去再说。好，是，老人家，请老人家前面引导，走好，当心。拿个海红领到里向嘛，要进去砸水子锅当中砸位置上向啪啦对，不少回来嘿，啪磨皮啊！这个老人家，请上座。对，兄弟我是大礼参拜。罢了，外面已经见过了，你也旁边坐。好，兄弟有座。这个老人家，一向好啊。还好啊，那么海公老大人他大概马上就要到了吧？门得出中国人的来，海公来头人阿马上是有的，大人的卡在开了那个街栏里。是啊，他马上就要来了。我先行一步。有些个事要办。还有嘛，有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要买。对了，买点零碎么子，表夫开水的哇！哎呀，这个老人家。你要办些零碎东西是吧？这个酥肉呢，这个，你弟们生酥
不大熟悉啊。那么你要买什么东西呢？你开一张单子交给兄弟去办，这个办好以后呢，这个钱兄弟这儿报销，嘿嘿，报销。可是过了，怕磨皮个本事真的是猜猜等，不用了。我已经全部办好了，不用费心。磨皮怕不让关，我办好了，办好了就好，办好了就好。孙老爷，你上任几年了？兄弟出任为官呢，不到3年。我在南京的时候听人家说，你很能干啊。是能干是谈不上，兄弟我是秉公办事，要请老大人是多多的栽培，多多的栽培。出来美的听不懂的，我会再栽培。今天我来，一来是来拜访你。不敢当，绝对不敢当。二来嘛，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你。不对，我来讲废话啊！真的请教不是这样请教一样，面孔嘛三兮兮，声音嘛蛮低个，或者来说个张继不晓得来请教，搿么对了。你看，个红衣套样，面孔铁美，眼睛直赤，喉咙三杯香，请教，阿拉唱哪个用了还话？啥地方得这个香？刚刚办着了哇，你不能得这个。这个老人家，请教2个字根本是谈不上的。兄弟什么不到之处，请老人家多多指教。我问你啊，枫桥碰了2船，送到你们衙门，该怎么处理？公事的确张公事，打两手拿处理。这问题讲起来一点点个事体呀。眼前想好里向2只船来去办事一办嘛，有啥关系呢？但是你都风起云凉办不得个，那么打啥子好办袜子办点银子不到事体。那么因为你都天津人，我也天津人，想到收起来了点硬花克做高，那么送到我给到了银子发得没结棍，拿下来个银子嘛，大家三七叉叉，搿种闲话不能搭眼讲的呀。这个老人家，这个碰2船是吧？这一件小事嘛。这个河里2个撞相撞嘛，这是难免的。撞坏了扶着修理，没有撞坏教训几句，马上就放了。一件小事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小事一桩。我问你啊，要不要收监？什么？碰2船要收监？哪一个官把碰2船的公司收监？他不是官，他是混账王八蛋。没看个是会自高浪没自高在，是吗？是啊。那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老朋友，从南京到苏州，路过枫桥，一不留神碰了2船，送到衙门里，你把他收监了啊？碰2船要收监了，是大明地方哪几条？是要你这么做的？你办的是什么公事？混账！王八蛋！该死！什么东西？是什么东西？还有个只有死鸡分笼清爽，磨得来狗血喷头。啥个昨日子这样跑嘛，封掉2手帮，送到那个办2人公司嘛，自己个老朋友了。我们努力收到该来里向去，根本不搿种事情吧。昨日子清清爽爽，眼睛擘开来吃酒，吃到夜里向抽戏，抽到天亮喷个，现在班上来喊我，啥地方有啥工资呢？错卡得来，喊我一套要来发脾气了，我不自觉插气。可怜现在一个空档，这让我刚刚清爽。这个老人家，轻是雷霆之怒，把闪电之威。什么这个昨天晚上这个送来碰2船公司是个兄弟，我是把他收监，这件事情是根本没有啊。清清爽爽事情还不耐看。怎么说起来，我错怪你了？不，你老人家怎么会错怪我呢？我想桂香号呢，一定是收了监呢。
不过苏州这个地方大衙门多，这儿是苏州府衙门，那儿是常州县衙门，可能他们将桂香好受监啦。兄弟，我这儿绝对是没有，是一定没有，一定没有，一定没有。我可不像你啊，每天喝酒喝得稀里糊涂，到底有还是没有？查一查。哦，不就清楚了吗？哦，查，吃了要说没说还是不总跟不安忘一样。那么身体上啊一走，马上面孔一勒，在办公室面孔拿出来，在下头就是这样子面孔，一口嘛上床滚去，两个杂人啥可是张里头呢，看还像呼。王八蛋，要进来就进来，要出去就出去，这门口笑嘻嘻，有什么好笑？进来！两个差劲真可恶，那个时候还已经在这个暗夜天干，嘿，平常人家不努力当年了，一模心目一当谁当？啊是，今在把子顶头后走哎，我带你出去个，不离看见走啊，会在你进去，可是不能不进去。进去吧，带李湘呢？进来要在。问你们，昨天傍晚是不是你们两个人值班？是你背了。哦，那么昨天黄昏的时候，枫桥送到这个碰粮船公司，什么这个送到我们衙门之中来，把他收监，这件事情可是没有啊？可是没有啊？贵哥啊？什么有没有啊？卫兵来呀！有该什么？有该？王八蛋！谁叫你们这个把碰粮船公司收监的？我老爷知都不知道，你们自说自话啊！大明法律第几条啊？你们是王八蛋！什么东西混账！对李妈妈可来不做新官，吃黑红吃不够，吃到你头上来着。只是这样几句闲话说过来了，哼！平常人家进来破，今朝不进来破在黑红辣海是个吃这个洋相，还有啥娘里写的，为着去讲不懂人听，吃他那时候的这，试试看。这个来呀！来老祖来呀！你们是超人，他是不那个命令嘛？你哪个事实我说个水给你？是的，这样干。昨日知道材料快，2手帮送得来一个来的，十里八子2手在。你公子送到里下去，上门口。那看见金山女妖，金山女妖摆进去在，夹着一些里围出来着。你讲别去说里。什么？有个来要吃就吃得嘞，再得一点是个，但是个人头才不认得了嘿。他少说几句，对你妈妈掺和来不是吧？当时黑红里他要个面，生吃最吃的最师傅的名字要不认得，少说几句。那么你们里在，是你先来要拿发落你打你是是来要规则，把2手个人水改你为不相信呀？把2手也水改个，你说你都不相信了，改吧呢？你都是搞去看呢？什么？妈妈你想不了在？金山说。我老爷关照把他收监呐，是啊。哎呦，天地良心，我老爷在里边屁都没有放一个嘛。是该来要，你让里向放屁，你脑袋是听不见该。王八蛋！是来要。什么王八蛋？是来要。不讲究。是来要。那么也是石头鱼告诉，自家应该分晓得吧？是当走，你牺牲来嘛？老人家，这个背着该死，背着该死。到底有还是没有啊？有。手下这辈当差的都是不懂公事的，他们自说自话，将桂香好收了监。我兄弟实在抱歉，原谅。孙老爷，居然有，今天我来交保，怎么样？说什么话呢？还交保是骗老百姓的。不要是碰粮船一件小事，再大的事情，你老人家一句话不是马上就放了吗？马上就放。这个亲闻桂香号，真姓大名啊？姓宋，叫宋龙，是。
该把拿到水里面要笑。开始万人噻，真不要该把干。那么哪想你这问题讲起来，万人两个是当头，万人松龙一名开始。好像万人啊，海我别跳起来了，说起来什么子啊？我的朋友是万人啊，里面啥个谁啊？那你不比万人，我要比万人的。多拿便宜，不知哪不里想出来。松龙了，相公请出来，是来呀，是拿去。儿子，大这狗脸把个苍年上不喽，真的也写出来这样。王对儿，你姑娘，这个哪是该报呢？上头笑了很多。松龙来相公请吃，这个不是了，请帖老乡。可能会厨房了，是不是？是王八蛋少说几句啊！妈妈弄不落了给呀！来，开始为您在。黑红的哈，一听嘛，要开始为您。来掉要出来噻，像个位置在外头去吧，让李香啊做新些幸福上我给。对，孙老爷，既然你们已经放人了，那我要走了。老人家慢走，这个你稍作片刻。等到桂香好请出来之后，朝南坐了，兄弟我当面磕头赔罪。一听上午跟着同你出来，你带你磕头赔不是啊？哼，当心哦，别举止无耻，不服气来。不用了，他是乡下人，不懂这一套。啊，那么就这样了。这个，那么红儿太爷。请在海公老大人面前多多美言几句，最好嘛把这件事情啊，在海公老大人面前瞒起来，不要让他知道。上不是，还是瞒起来。像这桩事情，大人亲身经历么难瞒法呢？吓不那么老蛋子。行，这事能瞒则瞒，不能瞒也只能这样了。好是那我走了。这个兄弟相送，老人家走好，老人家当心啊！嘿，当我的车辆跟随，一律让等大人出来。那么黑人出街啊，要到长门房屋，无为之所。